恳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
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日咱要过来敬拜上帝。咱今晚要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73首。但愿感谢上帝，会众起立来吟全首。会众请坐。咱即马三甲下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保护。经过疫情的分离限制，阮才真正体会，会使自由的呼吸你享受的空气。就是上大的祝福，伫温暖的日头下面，享受主创造花花草树木的水，欣赏鸟仔咧唱歌，甲大自然的奏乐，这是你所创造看着水的恩典。阮经过靠着网络来做礼拜以后，今日阮要学了感谢。会使来到圣殿敬拜，甲主三坐道。当阮拄着失去的时阵，阮才明白主的恩典长阔关深，无啥物代志会使互阮
甲主你的疼来拆分离。疫情来临，互阮安静心，搁一摆思考主的旨意，思考什么代志是阮生命中上重要的。原来是阮的家庭，阮属灵的厝体，才是上安全温暖的所在。原来主所赐的平安生活，是阮得到快乐的来源。阮若要得救，阮就要倒转去安息主的内面。疫情帮助阮重建了阮的心灵，然后看见主，才会使看见生命的全部。主陪伴阮看清生命，因为阮安尼，才会使互别人嘛，因为阮的陪伴得到喜乐永活的生命。阮拄着困难的时阵，常常用家己的方法来找找原因。对伫将来的事，阮感觉袂熟袂清，阮袂使解说，嘛无能力来拒绝。但是苦难真正的原因，敢若有主会使来解说。这拢是伫你的计划中间，为着是要互阮学习成长，来立为正人，荣耀见证主。主，你要互阮对有需要帮助的人，阮要用真实的顺服来经历主，继续用仰望来陪伴，用信心来带导。上帝欢喜的是阮对你的信心，由你掌权头前的路，敢若阮愿意将家己的想法藏落来，看无家己，才会使重新看见上帝的荣耀伫阮的心上得正。求主赦免阮受到世上金钱甲私欲的迷惑捆绑。求主赦免阮冷淡的人情，甲无用伫名声地位的追求来得罪主。求主赦免阮的骄傲，得使互别人来绊倒。求主赐互阮恩赐，会使用伫疼人、造就别人的面顶。求主使阮有够额的信心，也使阮愿意行动的灵，甲主的救恩会使三甲连结起来。求主安慰厝内面有失丧亲人的心，求主来医治身躯有病痛的软弱，求主使平安喜乐，互忧伤痛苦的灵。求主使同一个圣神感动阮牧长、团客、小组、诗班、会友，充满宣教的勇气，承担主交托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职分，立志见证主做主的圣工，做世上的光，点明宣教的路，做世间的盐，互福音充满疼的甘甜。今日透过阮蔡牧师的信息，求主亲自来圣化，互圣神感动听甲讲的，正做阮向前奔走的快乐。阮安尼祈祷无够呀，阮即马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
即马咱要来启用，启用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8页，启用文第6篇，诗篇第23篇。启用文第6篇，我来启，大家来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的灵魂静音。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的对敌的面前，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咱即马要过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178首，阮爱上帝圣殿，会众起立来吟全首。徛咧，咱即马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会众请坐。
接下来圣歌队要引带咱来学罗敬拜上帝。下面吟的诗是奇妙稳定的歌。
献歌对虔诚敬拜天使声，拢归荣耀予咱的上帝。今仔要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旧约申命记34章第1到第12节。掀开现代中文译本旧约247页，台语汉语本230页。申命记第34章，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恭读上帝话。摩西的死，摩西对摩押平原爬上尼泊山，到了耶利哥对面的必须加山山顶，上主伫遐，予伊看见迦南全地，对基列到北边的淡城，然后他列全地以法莲加马拿西地区，犹大全地往西到地中海，犹大的南边，甲对索尼到樟树城耶利哥中间的平原，上主对摩西讲：这规片土地，就是我应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赐予因子孙的。我已经予你看见这片土地，但是你袂使入去。因为安尼，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伫摩押地，亲像上主所讲的，上主甲伊埋葬伫伯利尔城对面的摩押山谷，一直到今日，无人知影伊埋葬伫什么所在。摩西死时阵120岁，犹原强壮健康，目睭真好。以色列人民伫摩押平原为伊哀哭30天。论的囝儿约书亚充满智慧，因为摩西换手委派伊做继承人。以色列人民听从约书亚，遵行上主借着摩西颁予因的诫命。以色列中间从来无亲像摩西迄样的先知，上主捌面对面甲伊讲话，从来嘛无先知会使行上主差派摩西对付埃及王伊的心腹，甲埃及全国时所行的神业奇事，亦从来无有先知会使行摩西伫全以色列人民面前所行较伟大的惊人的事。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佮照伊话去行的人。今日咱主任牧师、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34摩西12讲》，请咱准备心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对摩西来学习生命的功课，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原知你的话是活泼有气力，会当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所以主啊，阮愿意降服，伫你的面前静静来领受。求主帮助阮，互阮自身去听。会有智慧会当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恳求主你赏赐，教给信心听心，互阮会当照安尼去行，来得到福气。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咱要来讲摩西系列的信息的最后一篇，就是关于摩西的死。咱对摩西的整个人生中间，咱理解摩西是非常互一世人怀念的一个伟大的人物。摩西之所以被怀念，是因为摩西是用伊一生的见证，上界美好的生命，就是一世人服侍上帝。伊所以被怀念，是因为伊的生命品质，毋是伊所做。咱一般人会认为讲吼，
咱人一定要完成什么款的丰功伟业，做真济真好的代志，别人才会来纪念，别人才会来怀念。但是咱对摩西的来看，摩西并无完成上帝交代伊的使命。咱顶礼拜有讲过，摩西并无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以看起来伊无完成这件重要的代志。但是伊互人怀念的是，伊一生活踮伫上帝的旨意下面，而且是安怎尽伊生命的气力，一直到死。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亲爱兄弟姊妹，这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的一生，上帝所看重的，毋是咱的结果，是咱生命的过程。咱只要努力打拼去活，就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我伫真少年的时阵，捌听过一句话，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深深记伫我的心中。这句话叫做：生命是一场尽力的演出，生命是一场尽力的演出。咱的生命中间，无论你是处伫什么款的阶段、什么款的时期，你拢爱尽力去扮演上帝爱你扮演的角色。咱尽力演出上帝的欢喜，甲咱拍破啊！咱看摩西伊一世人的生命，就是遐尼尽力咧服侍上帝。为什么伊会做这款的选择？牧师认为，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摩西有掌握着这律法上界重要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律法中间的最大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有记载伫真济无同款的所在。咱先来看《申命记》10章12、19、13节，安尼讲。这段经文讲：以色列人，现在耶和华你的上帝你所爱的是啥物？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伊的道，听伊尽心尽性侍奉伊，遵守伊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着要互你得到福气。所以最大诫命上界重要，就是要互咱得到福气。而且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咱常常咧想讲，啥物叫做心？啥物叫做真诚的性？啥物叫做听上帝？其实这当然真重要，但是其实这段诫命中间上界重要的一字是啥物字？就是真啊！真就是全部，拢无保留，完整。因为咱若明白啥物是心，啥物是性，啥物是听，但是咱却做袂到真这字，那安尼所有的了解，拢是空空。所以这段经文真重要的是，上帝要求咱是真啊。侍奉上帝只有一种方法，一种态度，就是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听主你的上帝。这是上帝对咱的要求。咱一般人咧投资的时阵，前一站阮这个七星中会有一个就是讲有分区咱教会是属伫北义区，北义区牧师有做一个组织常常聚会中间会请一寡讲师来甲阮分享。因为可能这主办的人感觉讲真侪牧师拢袂晓理财啦所以有请一个专家来教阮安怎理财这个专家讲差不多点外钟其实我是听无啥有但是主要的一点就是讲理财爱避开风险，爱分散投资啦。就是讲咱俗语咧讲，毋通将鸡卵拢放伫一个篮仔内底。就是讲咱爱分散风险，爱平衡去投资。但是咱爱理解，这是理财投资。咱的信仰，上帝对咱的要求毋是安尼。上帝要求的毋是平衡，是真。真就是爱将一切拢付出，全心全意。这是独一真的上帝的要求。听上帝的生命所追求、所看重的，毋是在伫平衡，是在伫真。这就是摩西的生命咧教示咱的。对于被上帝呼召的
呼召迄一天，伊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服侍，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时刻。这就是咱来学习的，这是信仰唯一的态度，是上帝对咱的要求。咱等下要守圣餐，这是咱伫疫情了后第一遍的圣餐。伫圣餐的时阵，牧师爱大家做伙来思想，耶稣基督就是安尼为咱牺牲，伊将伊的生命完全的投入，一点仔嘛无保留。这就是真的态度。伫圣经中间，咱看去摩西，看去主耶稣基督，因拢是用这种态度来服侍上帝、服侍人。这是上帝对咱的要求，也是咱爱去学习的。第二项，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看。伫表面上，咱看摩西假设是失败，伊无完成上帝予伊的工作。但是咱详细来看，其实伊是成功的。为什么？伊虽然无完成伊的工作，但是伊却成功将伊的这个担吼，也是讲将伊的任务交代给约书亚。咱看记着整个出埃及的行动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摩西培养了约书亚，予伊有人来交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圣经中间咱拄则所读的讲，论的囝约书亚充满智慧，因为摩西换手委派伊做继承人。摩西是成功的，因为伊毋是简单做上帝爱伊做的代志尔，伊阁训练约书亚加加力，伊伫伊的生命、伫伊的信心、疼心顶面起作因。所以，当上帝要呼召摩西回去的时阵，会当顺利将伊的任务交予约书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一点：假使若咱成功，但是无人来承接咱的工作，这毋是算作真正的成功。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真好的例，就是主耶稣基督完成伊救赎的工作了，伊将大使命交予门徒，予门徒继续来完成。所以耶稣基督用3年外的时间去栽培门徒，然后伊要离开之前，对因讲：圣神要降临伫恁身上，恁就的确得到快乐。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福音就借着早期教会信徒传出去，一直到今仔日，这任务交代伫咱的手中。这就是一代过一代的传承，咱要完成上帝国的事工。所以咱来了解，无一个人会当完成所有的工作，所以咱来栽培、接续咱的人。通互咱的工作会当继续延续落去。教会服侍嘛是同款。牧师伫牧会这20几当中间，我发现好的领导者是安怎？毋是伫伊在职的时阵，伊所负责的事工，伊所负责的小组团契，情况真好。好的领导者是当伊离开伊这职分了后，伊所负责的事工依然继续延续落去。伊所关心的团契，伊所做的关心的小组运作依然真好，这才是好的领导者。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因为生命中间有一寡代志咱无法度完成，咱就感觉家己是失败。如果咱来当完成上帝所交托咱的工作，积极来做门徒的训练，咱才做一个教会负责某一个事工的一个领导者。你毋是简单爱做好你的代志。你该训练、接续你的人，伫交接的过程中间，咱看见到摩西真用心，所以咱要对摩西来学习安怎来训练，安怎来交接。第一项就是有真心中去竞选接续伊的人。伫圣经中间，咱看见到摩西有派遣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去探查迦南地。叫回来了，摩西就咧观察，其中有10个人讲负面的消息，只有约书亚甲迦勒回报正向的消息，所以伊看中这2个人，然后伫这2个人中间，伊竞选
约书亚成做一个接班人。所以谨慎去选这个接班的人是非常重要。选到好的接班人，会为着咱所负责的团体带来真大的福气。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当咱选到适当的人，还是讲有一寡人咱选到了，咱就爱伫适当的时间，互因有适当的工作去做。咱看去到摩西嘛是安尼吼。咱若看即个出埃及记17章的所在，因到利非定的所在，甲亚玛力人咧征战的时阵，摩西有一个真重要的战略的部署吼。伊安排伊家己甲亚伦互你去山顶做属灵的征战，然后伫山骹伊安排委派约书亚去做实际的征战，互约书亚有实际领导的一个经验。伊就是慢慢安尼去培养，所以咱伫教会的团体嘛是安尼，咱所服侍的团体也是小组，咱嘛爱竞选适当的人，然后适时，互伊一寡代志来处理，伫这过程中间帮助伊会当慢慢成长。最后，伫适当的时间，摩西就将这个任务交予约书亚。摩西死。伊将这个任务交予约书亚来接续伊的工作。约书亚承接这款的工作，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所以对安尼来看，其实摩西有完成伊的工作，伊是成功的。但是咱伫圣经中间吼，咱嘛当看到一寡无好反面的例。伫摩西无偌久了，咱就看到。约书亚的时代吼，咱看起着这段经文安怎写？约书亚在世的时阵，以色列百姓拢侍奉上帝。约书亚110岁的时阵死，迄一代人拢死了，后一代人却毋知影上帝以及伊为以色列百姓所做一切事。这就是约书亚不如摩西的所在，也是摩西互人怀念的所在。因为约书亚无将好的传统继续流传落去，伊无选择正确的人来领导以色列百姓。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来好好警醒来反省。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摩西120岁的时阵，伊身躯的状况犹原真好，目睭无花，精神无败坏。上帝爱摩西。去到尼泊山，然后去到比斯加山，去看整个迦南平原。伊上山了，上帝来讲，你会死伫这个山顶，伊会上帝亲自来埋葬。摩西无任何怨言，伊顺服上帝，就被埋葬伫山顶，一直到即马，犹原无人会当找到伊的尸体甲坟墓。咱对安尼来看吼，咱会感觉讲，摩西开成真毋澹吼。顶礼拜咱有讲过，为什么上帝要安尼做？有时阵咱会为着摩西感觉讲，摩西实在真可笑，服侍上帝40冬，到尾不止迦南地伊无分通去，到落尾连一个坟墓嘛无。但是咱来理解一点，以色列人甲摩西吼。摩西已经领导以色列人40冬，因可能真尊敬摩西，尊敬到某一个程度吼，可能会崇拜伊，所以等于死，因可能会将摩西当作偶像来敬拜伊，所以上帝互伊死的所在，无人知影。咱来看一段经文吼，这是新约吼，大家比较较少看到，伫犹大书的第9章吼。犹大书安尼写，讲甚至天使长米迦勒为着摩西的尸体甲魔鬼争辩的事，也毋敢用侮辱的话来责骂伊，只是讲主要谴责伊。当然，这是咧讲另外一件代志。但是咱来看吼，咱看到讲，摩西死了，天使长米迦勒甲魔鬼咧争即个摩西的尸体吼。这伫新旧约圣经拢无相关的记载，但是伫早期教会经典中间有一本册叫做《
摩西升天记》，中间伊的附录有记载摩西死了后，提赛长米迦勒为着伊的尸体甲魔鬼咧争战的代志。伫这本册中间吼，讲魔鬼是要求去争取着摩西的尸体。魔鬼的理由是啥物？摩西捌杀死过人，既然杀人的凶手拢是属魔鬼的关系，所以伊的尸体是要属魔鬼的。有圣经学者认为讲，魔鬼为什么要得到摩西的尸体？的原因就是要利用伊的尸体来成做偶像，引诱一些人去崇拜伊，互伊陷伫拜偶像的罪中间。所以上帝无要互一些人知影摩西埋葬的所在，这是这个意思。无牧师甲恁保证，今仔一定佫加一个观光景点，叫做摩西的墓，大家拢去遐雕记摩西的墓。亲爱兄弟姊妹，咱对安尼来想，人如果死了后，去互人诚做偶像来纪念，袂记即每一个人拢是软弱有罪人，这毋是上帝所欢喜的。摩西的成功、伊的失败、伊的顺服、伊的忠心、伊的软弱、伊的信心，拢记载伫圣经中间。伊的生命有真济，互咱会当学习的。但是咱来理解，伊并毋是完全的人，伊值得咱尊敬，但是无值得咱去来敬拜。另外，这同时嘛，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是为着荣耀上帝来存在，毋是为着荣耀咱家己。毋通去偷摕上帝的荣耀啦！这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摩西是一个无分妄的凡人，你若要改做伟人，有哪袂要紧啦？但是伊就是无妄，但是伊有啥？伊有留落追思的典范。摩西临终的时阵，无亲像咱一般人有一个告别式，只有上帝为伊埋葬。以色列人找无伊的尸体，伊只会当伫山骹追思伊哀哭30天。摩西的生命确实是值得咱怀念，伊的生命值得咱学习。伊虽然死了真寂寞，很寂寞、很寂寥，但是圣经中间安尼讲，安尼评价伊，讲以后以色列中间无搁再兴起先知亲像摩西。伊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捌的，讲伊甲耶和华捌面对面讲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有一天咱离开世间，咱的个人历史安怎写，其实无真重要。重要是上帝安怎评价咱的一生。我捌做一个民盲民盲，我有一天去到一个礼拜堂中间，参加一个告别式。我真侪人来参加这个告别式然后当我坐伫遐的时阵我甲讲，迄头前迄个上盖就是我。原来我去参加我家己的告别式这个师会人念讲咱即马开始礼拜是参加基督徒顾蔡正道牧师的告别礼拜。我意识着讲，我去参加我家己的告别式。我边仔一个怪人伊的穿插甲咱无啥相共身躯佫会发光甲我做伙伫遐咧礼拜。有足侪人参加这个礼拜。开始牧师大家就吟圣诗唱迄个，就照礼拜程序安尼进行，然后牧师讲道到讲这个人历史的时阵顶面有写个人历史顶面写讲蔡正道牧师出世伫1964年12月19然后开始写讲这蔡正道牧师一世人尽忠服侍上帝我隔壁迄个人佫是无啥满意，伫遐摇头摕一支笔拢来画条尽忠来画条然后讲蔡正道牧师尽力扮演伊的角色，伫厝内底是一个好丈夫、好老爸，伫教会是一个好牧者。迄人佫摇头，佫甲我扶起来。到尾伊迄张迄个告别式的单顶面都剩蔡正道牧师出世伫某年某月某日，过身伫某年某月某日，剩安尼尔，中拢空白。做到这时阵我拆起来。
我都醒起来，哦，闹钟响了，我都醒起来。醒起来了吼，赶紧去写公道片。这个梦，互我一个真大的警醒。亲像我拄则所讲的，咱过往了，咱的个别礼拜，咱的个人日历顶面写啥物货，其实无重要。上重要是上帝安怎带咱编过咱的一生。咱拥有偌济银行的存款，咱有偌济财产，拢比袂过上帝甲咱的关系。亲爱兄弟姊妹，咱纪念一个人，毋是单单纪念这个人的贡献，是爱互伊的生命真正成做咱的典范。咱爱积极亲像摩西同款，去活出合乎上帝心意的生命。这是咱读摩西的故事，了解伊的一生上界重要一件代志。摩西的生命到这结束，但是带予咱极大的影响。你甲我的生命，今仔日要安怎？在伫咱家己的选择。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亲自竞选阮，亲像你竞选摩西同款。阮看见摩西一生，尽伊的气力咧服侍你，用伊的生命专心全意咧听你。恳求主帮助阮，也互阮有即款的心志，愿意奉献阮本身，亲像摩西同款，完全顺服，为着应光上帝来活阮的一生。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摆要来吟诗回应上帝话，甲上帝听，也准备心要来修圣餐。圣诗第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会将起立来吟。因为伫即个防疫的
需要啊，所以咱今仔日的圣餐有特别有几个无共款的所在。第一项就是咱咧食饼的时阵，咱负责的小会员会将饼吼一块一块摕互咱用双手来压制即个饼。杯的部分咱会当家己摕吼，所以咱会照安尼去进行。只有你食饼甲啉杯时，咱较将即个喙罨来摕起来。这是咱为着这防疫的需要，请大家来配合。这时阵呢，请咱用恭敬的心，以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甲献信礼兄弟姊妹，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对见了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见了着无担当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伊也讲：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伫新约圣经中间，照使徒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作下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照圣经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找肯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的摆列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助，来成做阮属灵的朋友，帮助阮继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所以咱摕到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求主来帮助咱，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咱流出的。咱摕着这个杯来感谢主，因为伊流出宝血，咱得到洗清气。
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甲来感谢上帝。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坐倒，领受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要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伫奉献的大圣，我要代表双灵教会欢迎第一届来到教会的新朋友。你若伫外口还未填留名卡，即马伫座位的头前有新来宾的留名卡，你家填好，等下交互阮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甲你欢迎介绍。咱即马用奉献来接续咱的敬拜。
会用起立三甲来做奉献的祈祷。请阿爸爸上帝，感谢你，阮即马尽心尽力做主的圣工，阮将阮的时间、阮的财情、阮的金钱献予主，愿主立做主圣工的路用。阮安尼感恩祈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会众请坐。即马来简单的报告，大家掀开周报第4页。即马暑假若拄着风台，主日每一场的礼拜拢照常进行。大家要注意大家出入的安全。特别的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社福事工关怀主日，总会平安基金所属的社福机构，加教会的社区推动相福事工，服务身心障碍朋友、常年的长辈、劳工、海员、渔民。单亲的家庭、甲弱势族群，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第3点，集体关怀。本会会友余云社姊妹，伫6月23安休主怀，定伫7月18。后礼拜六上午10点半，伫台北第2殡仪馆景阳路1楼做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本会会友陈素英姊妹伫6月25安休主怀，已经伫7月初4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举行追思的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本会会友辛向华兄弟伫6月27安休主怀，定伫7月初7，本周日下晡7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阳路3楼举行入殓礼拜，并伫7月12主日下晡点半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并参加，愿上帝安慰伊族。第4点，恭喜本会会友陈立德、蓝冠宏伉俪伫6月29号喜获麟儿，愿上帝祝福新生儿甲全家。掀开周报第8页，叫为身体欠安的兄弟代祷，有22位，请大家代祷。其他的，请大家来专心来看周报的内容。接续，咱今下要来祝福的车恳。咱来即个时阵，咱要来做即个咱的中保代祷事工代祷者的祝福车恳。请这个中保代祷的代祷者，咱第3堂的来到头前，组织不需要因祝福车恳。
咱今年即期的即个中保大道曙光总共有54位的大道者吼，因伫即个大道式中间会着无吼，请大家也爱持续替因祈祷。咱即个时阵来做祝福吹派礼吼。恁徛踮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着诚实来回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敢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吹派？献身伫中保大道曙光，担任祈祷的使命甲责任，你有要安尼做啊无？恁敢愿意彻底遵守恁甲上帝约束中保大道的时间？伫即个中间，愿意忠心服侍，你有愿意安尼做啊无？恁敢愿意伫祈祷室内底的教会事工甲个人的大道事项，只有独独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的大道事项以外，所有的大道内容必须要人保密。你有愿意安尼做啊无？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的中保大道大道者，恁着谨慎本身，甲恁所做，常常注意关心祈祷的事。尽力伫主的工来荣光上帝，阿门。好，请恁向后转哈，咱拍鼓来鼓励哈。个另外，咱除了拍鼓以外吼，还有2件代志会当来协助这个事工。第一项代志就是常常替这大道者祈祷。第二项就是，如果你若知影有人需要祈祷，还是你本身需要代祷的。请你会当写迄个代祷卡，吼，来录入去迄个咱的代祷箱中间，这代祷者就会伫因的服侍时间来替咱祈祷，愿上帝亲自祝福，啊，请回座哈。这个时阵牧师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礼拜的新朋友，遮有这个陈金生校长，甲伊的夫人王雪萍女士，哈。伫咱中间，陈校长是我真好的同工吼。伊过去伫大专服侍，伊是前的即个中央大学的校长吼。后礼拜吼，应该是会变做咱的考试委员啦吼，考试委员，咱考试院的考试委员吼。伊有提名吼。伊的夫人王雪萍女士是真出名的这音乐家吼，咱真欢迎伊来甲咱礼拜吼。结束了，咱会当请恁去到贵宾室的所在，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礼拜无介绍到的，好，好，谢谢。今仔要来吟上言510首，学罗天顶主宰，非常起立来吟。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阮，将受切恳。